好，如果第一集我哋講嘅係嗰一晚發生咩事，咁第二集我哋要問嘅問題呢，就只得一個：點解一定係委內瑞拉？世界上崩潰嘅國家唔止一個，有內戰、有獨裁、有貧窮、有難民，但偏偏美國選擇用最激進、最危險，亦最破壞規則嘅方式，直接夾走一個主權國家嘅總統。點解唔係海地？點解唔係敘利亞？點解唔係阿富汗？答案唔喺道德，答案喺成本同回報。我哋要先搞清楚一樣嘢，特朗普從來唔係用世界警察角度睇外交，佢睇世界係一張交易清單，乜嘢賺，乜嘢蝕，乜嘢可以換選票。而委內瑞拉幾乎係為佢度身訂造。第一條線叫做移民。過去10年，美國邊境最大嘅壓力來源唔再只係墨西哥，而係南美洲一路向北推過嚟嘅人口海嘯。委內瑞拉係最大一股。根據美國官方數據呢，2021年喺美墨邊境被接獲嘅委內瑞拉人大約4萬人，到咗2023年，數字直接跳到26萬以上，2年升5倍。而特朗普點樣解讀呢件事呢？佢唔用人道角度，佢用犯罪角度。佢喺多個演說入邊重複同一句話：委內瑞拉嘅犯罪率下降，係因為佢哋將罪犯、幫派分子、精神病人全部送咗嚟美國。呢個講法有冇鐵證？冇證。人權組織同多國媒體都話，暫時揾唔到系統性證據。但係政治唔係法庭，政治只需要感覺合理。對選民嚟講呢，畫面好簡單：邊境失控，毒品泛濫，治安惡化，而源頭喺委內瑞拉。呢條嗰個敘事線本身就已經夠特朗普用，但係真正令佢可以合法動武嘅係第二條線：毒品、芬太尼、可卡因、冰毒。近10年美國最致命嘅社會問題之一。特朗普嘅講法係，毒品唔係自然流入美國，係有國家級力量主動放行。佢指控委內瑞拉軍方高層組成一個叫太陽集團嘅網絡，利用軍事同政治權力為哥倫比亞毒品集團開路。馬杜羅係呢個集團嘅最高負責人。委內瑞拉當然全面否認啦，哥倫比亞亦否認。但係特朗普做咗一個極關鍵嘅動作，佢將太陽集團定性為外國恐怖組織。呢4個字好重要，因為一旦貼上恐怖組織標籤，美軍呢就唔需要再經傳統外交程序，唔需要國會宣戰，甚至唔需要該國同意，你可以直接打。於是過去1年，一連串行動開始出現：無人機空襲公海漁船，冇登船檢查，冇公開證據，直接炸。官方講法呢係緝毒行動，但到目前為止，美方從未公開過任何實質影像，證明被炸嘅船呢真係毒船。但係轟炸冇停過，據統計至少30次攻擊，死傷過百人。喺馬杜羅眼中，呢個已經唔係掃毒，而係測試底線。而當你已經將一個國家定性為恐怖主義輸出源頭，下一步呢就自然係斬首行動。但係到呢度呢，仲未係全部，因為如果只係移民同毒品，其實用經濟制裁、外交壓力已經可以玩好耐㗎啦。真正令特朗普覺得值得一鋪過係第3樣，石油。委內瑞拉嘅石油唔單止多，而且位置極佳，接近美國，運輸成本低，品質適合美國煉油系統。問題唔係有冇油，
而係委內瑞拉自己已經冇能力用設備老化、技術流失、外資撤走、制裁鎖死金融系統。呢個時候對特朗普嚟講，委內瑞拉唔再係一個主權完整嘅產油國，而係一個中門大開嘅金庫，而金庫冇鎖就一定會有人入去。所以你見到特朗普講嘅說法好直接，美國石油企業會投資數以10億計美元修復設施，令委內瑞拉重新賺錢，聽落好正面。但問題係邊個控制？誰分錢？邊個定規則？如果你係委內瑞拉人，你可能會問一句好簡單嘅問題：我哋仲有冇話事權？而呢個問題呢，就引申到最危險嘅一點，政權真空。馬杜羅被帶走之後，副總統即刻接任，繼續反美，街頭一邊慶祝一邊示威。但現實係國家機器早已經爛到唔成形。呢個時候喺外部勢力介入，係穩定定係接管，係重建定係重組嘅，冇人知。但歷史話俾我哋聽，當協助治理出現，真正嘅獨立就會延期。而呢一刻，特朗普已經將話講到最白。如果有需要，下一輪嘅行動隨時再嚟。所以第二集嘅結論其實唔複雜。委內瑞拉唔係因為最邪惡，而係因為最脆弱、最值錢，亦最冇反擊能力。移民、打中選票、毒品提供合法性、石油提供回報，3樣加埋先至值得一場咁高風險嘅行動。但問題仲未完啦，因為第3集我哋要面對嘅係一個更加難答嘅問題。如果今日你接受呢種做法，聽日當你成為弱者，你仲接唔接受？下一集我哋會查國際法 VS 美國家法，主權嘅底線同世界規則究竟仲存唔存在？如果你覺得呢一集已經開始令你有啲唔舒服，咁恭喜你，你開始進入個問題核心。記得留言、like、subscribe。下集我哋收尾。